成吗？别动啊，再来一张。好了吗？相机呢？他下去了。我刚才，那怎么办？我再给你买10个。可是这个相机里没有我们的照片。卷呗。哦。照片可以以后再拍。你真的好蠢啊！相机怎么可以扔到湖里的？啊！哦。相机也被你扔水里了。我们干点什么呢？我们来聊点俗的呗。怎么个俗法？你交过几个女朋友？哈哈。就是有几个。那这几个里不会有黎曼吧？当然不会。哦，我再强调一遍，我跟黎曼一点暧昧关系都没有，他只是我的工作伙伴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，仅此而已。不信你。那为什么分手？跟以前那些女朋友，性格，性格不合，无疾而终。渣男。哇！因为可能是因为我的问题吧。我是一个工作狂，有的时候他们会影响到我的工作，再加上我到处飞来飞去的，长时间不在一起，自然而然就分手了，很正常。能感觉是你做的事儿。那我呢？你会不会也对我这样？不会。你知道吗？我跟你在一起以后，我突然间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间不够用。我无时无刻都在想你。第一次在工作的时候也会在想你。很神奇，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之前不太爱那些人。那你的意思就是，你足够爱我了？这个问题比刚才的还俗。好吧，那我就再接再厉问你一个更俗的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？这个我需要想一想。想，给你时间。我在涿州出差，打开行李箱看见你给我的那瓶琥珀核桃的时候，啊不，比那个要早。在你家的楼道，你在我怀里叫我靖哥哥的时候。靖哥哥。不，比那个还早。应该是。不会是我往你车里塞面条的时候吧？
哦，哦，那个时候我觉得你简直是不可理喻。嗯，装韩国人，哎，不可理喻，不可理喻。哎，我能不能问你一个苏呢？你什么时候喜欢上我了？嗯，就告诉你，嘿，就告诉你，就告诉你，嘿，嘿，哼。我知道，谁不会啊？